樂樂今日同大家追蹤嘅樂壇新動態係喺8月28號舉行嘅寶麗金 Forever Life 音樂會。到時一班寶記歌手包括陳慧嫻、温拿、陳曉東、黃興平、湯寶如、李克勤、歐瑞強、泰迪羅賓等都會齊集演出，同樂迷重溫經典金曲。樂樂揾嚟陳慧嫻喺一圈圈率先預告佢想喺音樂會中同邊位歌手合唱。曾在那揭不開的漆黑中，壓不低的戀火中，冷風當中，他擁抱我。這刻身邊只有風。阿導演咧就係叫 Jackie， 咁佢咧就一路諗緊噶啦，我哋未曾開會嚇，咁就但係咧阿 Jackie 就同我講過嘅，佢就唔希望嗰件事情咧係好盛世啊，好金碧輝煌啊，即係佢唔想係呢一隻嘅。因為 Jackie 係一個比較進取啲嘅導演嚟噶嚇，咁所以我自己都係會喺度諗咯。其實現在我哋歌手咧，我哋咧就應該要諗下。其實自己想做啲乜，或者你想同邊一個 crossover， 咁啊導演又減輕咗佢嘅負擔啦 ，and then 歌手又滿足到自己啦 ，and then 又唔會話到時阿導演提出一啲嘢你唔想做嘅，又人哋又諗咗啦，係咪咁樣？咁所以我而家我都喺度極力咁喺度諗緊，究竟即係到時即係我真係好想我做啲乜嘢咧咁樣，我會想咁樣樣啊，佢即係我提出咗先咯。咁你想做啲咩咧？即係譬如話湯寶如啊、黃興平同埋歐瑞強，你都冇合作過噶嘛？係咪啊？冇啊，真係冇。會唔會諗下即係同啲未合作過嘅歌手合作啊？定係有啲咩新嘅諗法咧？你自己有好多都未合作過，譬如話好似嗱 Albert 咁樣樣 Albert 咁樣樣，佢興吉他清唱。我都未試過，即係我未曾即係 at least 我未同 Albert 合作過，咁我亦都即係我都幾中意係咁樣樣，即係比較 acoustic 啲嘅表演嘅，咁我亦都中意會希望可以同佢合作啦。嗱 Teddy 我又未曾同佢合作過，你想同佢唱咩歌咧？如果俾你揀，Teddy 梗係點指冰冰㗎啦。是否有因果？難道冇對錯？一生福於禍。人人必經過，因為有陣時呢啲歌佢係會係自己唱嘅嘛嚇，咁可能會係另外嘅一啲寶麗金嘅到時不能出席嘅歌手嘅歌都唔定咯，我覺得係。咁但係我諗有一個人大家都好想睇下你哋同台嘅，就係堂妹。有冇諗過啊？同堂妹一齊同台啊？唉，堂妹唔係寶麗金啦，可惜。係啊，如果有機會嘅就好啦，係咪？如果有大家都好想睇下呢一個，係咪咧？呢個畫面其實真係似咩？都有啲似㗎。係咩？係啊。我自己咧，我就會覺得阿堂妹其實佢笑起上嚟對眼咧，同我係有啲似啊。佢笑起上嚟個眼尖尖咁樣。最愛躺在你身旁。係似我覺得最似對眼，但係我覺得一定係我高過佢嘅。係。多謝晒 Priscilla。如果想知道陳慧嫻嘅個人音樂大計，就要繼續留意一圈圈我樂樂同 Priscilla 嘅訪問啦。一圈圈花齊放。